台灣是地動的活跳台，發生喺2025年12月27暗時11:05分的地動，震央喺宜蘭東部外海，規模7.0，震源的深度大約72.8公里。這嘛是921甲4月初3的花蓮地動了後上大震度。這屆這個地動，唔那全台灣攏感覺到有害，都參中國甲日本嘛有感受到地動的搖。過去25年來，總共有6屆規模7以上的地動。那最近2年來，更加有2屆的規模達到7以上。地動一直在發生，是大自然的警訊，也就是台灣土腳底板地運動已經愈來愈活跳咧。透過專家學者的解讀，做伙來了解。台灣西部每一條斷層，它幾乎在線週期都大於100年。鋼構的案子搖晃起來，它還是會比 RCSRC 更搖晃一點點。95%死傷的人是被結構物倒塌造成，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房子蓋好。2005年12月27暗時下11:05分，宜蘭外海發生類似規模7.0地動，這嘛是繼1999年9月2以來罕見強震。主要就是由這邊這塊菲律賓海板塊，它在往整個歐亞大陸板塊隱沒的過程中，在大概這個角落發生了一個隱沒帶裡面板塊裡面的一個地震，主要就是跟這個所謂的琉球海溝跟南海海潮這一連串的這個板塊邊界，它在這邊板塊聚合的作用有關的。這個區域裡面大概有2種類型的地震，一個是隱沒帶地震，這個區域裡面的深度呢，大概會落在50公里到100公里之間；另外一個是淺地震，淺的地震大概落在20公里以內。快跑！快跑！這一場地動震央在台灣東部海峽。地動深度72.8公里，除了部分的南部和離島測到3級以下，剩的所在攏有4級，規模差不多是16個原子彈。南澳市區整個大停電，都沒電了。我們在清啊，你叫人家開慢一點。山壁放入來依然熄電，交通運輸受到大影響。那我們現在可以下車，那我們慢慢布局回金埔民生站。小心哦，你小心。後困。北部地區發生真濟件電梯受困、和豆莢樹，另外建築物像威亞、太魯玻璃攏有受損。地震後，國小林姓工友從上方跌落，後腦勺遭重創，殉職身亡。很不幸，他已經不錯了。新北新莊的紅會廣場前，民眾發現裂縫是因為這次地震呢是有再度的變大了。入口處呢現在已經拉上了黃色的封鎖線，那牆面上的瓷磚呢都已經掉落了。台北盆地裡面都是爛泥巴水啊，所以它當然你的地震波會搖晃，振幅會比較大。你鬆軟的東西，它搖晃的振幅會放大。當這個很深地震發生的時候，它的地震波傳到地表的時候，它會在地表一個很大的區域形成一個差不多加速度或差不多搖晃程度的狀況。那這個是主要在這一塊區域，我們看到它有這麼大廣泛的一個震感的一個原因。12月27地動，甚至中國和日本嘛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力量。台灣真濟觀測測到資料是4級，全台灣都感受得到。這種長週期波都有可能會傳到台北盆地，而且你在1樓也許只有1級，但是2樓、3樓，就是說10樓、20樓、30樓很可能有達到3級、4級，甚至於到5級的那個震度。如果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時間來做解釋的話，我們現在這邊有3個不同高度的池，那這個樓層最低，這個樓層最高。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高頻的地震波，你會發現這根搖晃就搖晃特別厲害。是 OK， 可是中層樓、高層樓它基本上搖晃程度就沒有那麼高。如果這個時候它來的地震波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長週期的地震波，它的長週期頻率非常高的時候，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這邊搖晃就會變很厲害。那這個呢，事實上就是不同高度的樓層，當它的材料是類似的時候，它其實對於
不同週期的地震波，它會產生不同的所謂的共振的效應。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算法，就是大概1秒週期的地震波，它可能對於10層樓高的房子影響最大。那大概20層樓的建築物的話，對於所謂2秒週期的地震波，它的反應會越大。大概是1秒10層樓這樣子往上加哦。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種算法。如果我今天是做 RC、SRC 的案子，我基本上它的結構是會比較硬一點。那所以說它基本上舒適性會比法規的需求高很多。假如我是鋼構的案子，更夠看嫩嘛，當然它也會裝一些制震器啊或什麼，可是搖晃起來它還是會比 RC、SRC 更搖晃一點點。那可是它一定也會符合法規規定的範圍。921地震23週年前夕，花東居民歷經一連串大自然的強烈震撼教育。根據中央氣象署地動預報中心統計，2021年到2025年地動規模達到6.5度直徑，包括2021年宜蘭南澳地動，2020年323花蓮地動，917、918低雄地動，12月15花蓮外海發生千讚地動，另外2024年4月13花東大地動，造成20個人死亡。在我後方的這一座大山，其實根據在地人指出，它是出現部分坍方的情況，大樓變軟腳蝦，大量塵土吞噬機車騎士。現在記者持續為您守候在天網星大樓這邊哦。我們透過畫面看到呢，現在整棟大樓其實還是傾斜的狀態，大約是傾斜了6.5公分的這個程度。921大地動過25棟，在2024年和2025年2年之間，兩件規模7以上地動引發台灣未來地動，敢會更加常發生。以這張圖來講，我們看到台灣西部這邊有非常多的活動斷層，這些活動斷層每一條斷層，它幾乎它的這個所謂的在線週期都大於100年。其實這些大部分的這些活動斷層，它都有自己的所謂的活動週期。所以我們看到說，最近好像規模7的地震比較頻繁，其實它有些時候是因為一些應力轉移的關係，有些時候呢，則是它在時間上面的巧合的關係。所以這個呢，並不是說我們看到了過去幾年發生了非常多這些大的地震，相對來講，它就一定是一個所謂的地震的活躍期的一個現象。當然，有些時候它是有一些空間上的關聯，那導致說它一個地震發生了以後，它所釋放出來的應力去觸發下一個地震的發生，有一些條件當然要具備哦。第一個就是它這2個地震的破裂距離不能太遠。不同的深度的板塊，不同區域的板塊，它的強度可能都不一樣。那目前我們其實很難去量測它所受的應力狀態到底是怎麼樣，所以我們很難去預估它到底什麼時候會破。我們只能長期的去計算它的可能破裂的幾率。台灣在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交接的所在，東邊外海附近、沖繩外海座，嘛往北延伸到日本南方的南海海座，三者互相相連。南海海座的地動較少，相對嘛方看作是後一擺大地動的高風險區。這張我們現在顯示出來，就從1980年開始，逐漸每一年發生的地震數量，你會發現，其實，在沖繩海溝的這個地方，它地震發生數量非常多，非常頻繁。那當然有一些小範圍的區域來講，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地震的發生。所以，比如說，如果我們看這塊區域，相對來講沒有地震，這塊區域相對來講沒有地震發生。那這些就是所謂的地震的空缺區。你會發現，大概從九州這裡，就所謂的日向灘這個邊開始往東北方跑的話呢，一直到名古屋外海這個地方，這塊區域是沒有地震的。那這個非常大的這個所謂的地震空缺區的存在呢，其實就是現在日本政府相對來講，日本防災界非常擔心的所謂南海海槽將來會發生大地震的地方。它的關聯比較不大，原因是因為說這塊地方跟這塊地方中間其實有一連串的海底山把它隔開來，所以當地震從這邊發生破裂的時候，它比較不容易穿過這個海底山所隔開的區域。那propagate 到這邊，每個國家、每個地方，它的板塊累積的能量速率不一樣。台灣來講是速率比較快的地方，所以它造成斷層累積能量速度快，所以它可能周期就短。日本我問過他，
他說他們最短的周期就700年，一般來講上千年。加州你看，聖安地列斯斷層，那是板塊邊界的斷層啊，它累積能量速率非常快，它發生規模可能7.5以上的地震哦，它可能100年而已啊。所以加州很緊张啊，它上次大地震就是1909年啊。台灣東部外海地動發生，除了帶來陸地災情，咁嘛就代表另外一個潛在微波彈，這當陣已經咧搖動啊。台灣的火山哈，活動的火山都是在北部，好，一個大屯火山啊，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龜山島。你這個如果這火山很活躍的話，底下岩漿庫的岩漿在流動的時候，它就會產生一些小地震。所以我們從那地震的頻率就大概知道說這個火山是活動不活動。大屯火山你看地震很少，龜山島的火山呢，幾乎每個月都有地震規模超過4的地震，而且它地震的頻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我們要注意北部這邊的火山災害的話，導致我們應該是集中去注意龜山島火山，我們台灣地區的那個地震活動。那首先我先發現那個規模6的100天會出現一次，那已經119天沒有了。結果果不其然，很不幸啊，就被我那個講到了。那我發現規模6.5的地震，它的週期是397天哦，這差不多我們用400天來計好了，但是已經634天了，就是說已經超過很多，就用那個日本他們的專家評估南海潮，每一次就會用的一句話，就是說情況十分嚴峻哦。有些人他會用過去這1年來的可能平均台灣發生規模6的地震會有多少次？好，你可以這樣講，但是地震你要知道，地震預測要成功的話，你必須說對3件事情，一個是規模。發生在什麼地方？另外一個是時間，科學界才會認為，你這個才是叫做那個所謂的地震預測成功。1999年集集地震發生完了以後，它的餘震裡面就帶有很多規模6的餘震。OK， 所以這些地震之間彼此的間隔，它的時間小於1天。是。可是呢，同樣的，當我們把整個時間拉到所謂間隔大於150天的時候呢，我們也發現了，大概在過去25年的記錄裡面，大概是37個左右的地震，它其實它中間的間隔是大於所謂150天的，所以所謂的100天平均一次，這個只是一個所謂的平均值。每一遍的地動攏是謹慎對生活在咧地動帶的台灣人，未來災害反射無法度成災，不過愛好天先祝福來年，當好別發生。我想每次中型地震之後，我們會建議每個住戶都要針對自己的居家做一個基本的一個健檢。所以我們會建議說，我們先看大樓的外圍四周，看看有沒有新增的45度的斜裂縫。地震這樣左移右移，所以它通常產生的裂縫通常都會是斜的，甚至於比較嚴重的會變成是2道，就變成一個打叉叉。先看這有沒有，這第一。第二就是說，因為大樓一般設計都有扔咖的效應，那在軟弱層這一塊。那地震搖晃的1樓跟2樓的軟弱層的大柱大梁有沒有這些新增的45度裂縫？那假如有，也是要非常注意。我們就會建議說，能夠在新建建築的時候，在1樓的柱子做一些加強。所以像我們現在在推動說，一些柱中柱的一個加強方式，包括像市政府在403之後，針對紅單建築，也建議說，可能要改建太慢了，就是希望說他們至少在1樓的地方做一些結構的一些加強。當地震來的時候，假如你家的房子的平面配置是我們講的大 L、大 T 或大 U 的時候，當地震來的時候，它會這樣扭轉，轉角會受力特別大。小地震一直裂漏水修不好，當大地震來，它就拉開，造成倒塌。台灣在咧像活跳的地質環境，要如何提升感測、應變和防災意識，是降低風險的長期課題。95%死傷的人是被結構物、建築物倒塌造成的，尤其是超過40年的房子。因為40年的房子，第一個是你當時蓋的時候的規定標準就是低，你那個50、60年，你看那南機場那些那種房子，你要送給我住哈，我也不愛，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房子蓋好，沒有其他辦法。不管我們去看任何一個台灣，尤其這幾年發生的地震，其實倒掉的房子數量都沒有很多。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其實我們要擔心的，更擔心的是我們在地震的時候受傷，而不是房子垮掉。應該做的事情是所謂的蹲下、掩護以及穩住這樣子的 practice。那怎麼樣避免受傷？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第一個，你要想辦法讓家裡面容易破碎的東西不要掉到地上來，你的這些房門不會因為地震搖晃的時候有櫥櫃倒下來，把你的逃生出口給 block 住。地震發生的路擺公布的是長期存在的地質現象，當地震已經正在日常，此刻避險做好準備，是台灣人這當陣共同的防災必修課。